媒体人帮公案作家张大春等人，报办因为发表言论，中方依照刑法的公然侮辱罪判刑，积极侵害言论自由，写清释宪。宪法法庭今日做出下限的解说，不过呢，这适用范围爱缩小，认为公然侮辱罪应该爱去看个人的名誉权，或者是对公共有正面的价值，才无违反宪法的言论自由。 媒体人帮公案捌因为国庆晚会音乐剧开价2亿3千万，批评迄当阵的文件会主委成地人是人渣公务员，恐怕拘役20天会当用罚金代刑，已经要去坐家表达不满。实现了这个东西，他就是说，就是言论再怎么激烈，都应该被容许，尤其是在公共事务上面。挨骂的就是这些牵扯到2亿3千万的这个梦想家的事情，一出戏。 就花个2亿3千万。不满伊发表言论，就防照公然侮辱罪判刑。帮公案质疑侵害宪法言论自由，提起释宪。共款认为违宪的，阁有作家张大春等人拢提起释宪。依法公然侮辱会当处拘役，也是罚金。若是强暴犯刑，上当处1年徒刑、拘役，也是罚金。这种罪是合宪，但是这种罪如果是说不需要把它刑法化哈，你可以除罪。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，不需要把它用这个刑事处罚，你可以透过民事的损害赔偿，那是修法把它除罪化的问题。法务部主张公然侮辱罪合宪，保护的是名誉权。宪法法庭审理了后，日是做出合宪的解说。不能只看语言本身是否有贬损他人的名誉的性质，就直接来判定，应该从他整个言论的表意脉络做整体观察。只因为言辞文字的用语负面。 粗鄙就一律处以公然侮辱罪，宪法法庭认为这会使系争规定变成了脏话罪。宪法法庭认为公然侮辱罪应该看个人的名誉权，也是对公共正面价值有益的范围，才无违反言论自由。另外有人声称裁判宪法的部分认定原本来将新判决违宪，废弃发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